大白，你这跳的什么地方呀？这地方挺好的呀，你看多美呀！你是来吃鸡的还是来看风景的呀？吃鸡看风景两不误嘛。就你皮！走吧，我们先去捡装备。走。哇，3级包！这地方挺肥呀。确实肥。大白，你干嘛呀？我捡包呀。算了，我们分头找吧。好。哇，大白，你这都是捡到什么啦？你不会看吗？98K M4 3级甲3级包。那能不能给我一把枪啊？就凭咱俩这交情，不行啊！你怎么这么抠啊？我一直都这样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还想不想吃鸡了？那我可以自己吃鸡呀。你就说给不给吧。不给就不给。行，你给我等着。三妹，你想干什么？谁让你不分给我装备？这是我自己捡的装备，我为什么要分给你啊？行，你这个猪队友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一起组队了。你说谁猪队友呢？你才是猪队友！就是你，猪队友，猪队友！快点给我松开，猪队友！你就好好在这待着吧，猪队友！三妹，你快点回来！